洛杉磯嘅騷亂從6月6日開始咧，到而家咧已經差唔多10日啦。雖然咧而家已經有逐漸平息嘅跡象，但係我哋可以睇到背後係暗流湧動，即係話民主黨同埋川普進行咗激烈嘅鬥爭，而呢場鬥爭咧已經係分出咗勝負啦。歡迎嚟到不左不右，今日我哋就嚟講一講點解民主黨已經輸到底褲都冇埋啦。喺2020年嘅黑人嘅命都係命，亦即係 BLM 嘅騷亂嘅時候咧，當時嘅明尼蘇達州嘅州長，亦即係 Kamala Harris 嘅副總統搭檔 Tim Walz 咧，遲遲咧就唔肯派出國民警衛隊啦。結果咧就差唔多係明尼蘇達州嘅州府咧，半個城市咧都俾打砸搶，而且咧就俾縱火嘅。咁呢一次洛杉磯騷亂咧，川普咧就吸取咗教訓啦。佢喺3日之內咧就自己介入，正如我哋上一集講到咧，由於咧已經有聯邦化國民警衛隊嘅先例咧，呢次咧喺法律上咧，川普嘅行為咧大概率咧係冇乜問題嘅。果然，就算喺加州地方法院嘅一個法官咧裁定川普咧必須係要將國民警衛隊咧交翻俾加州咧，咁聯邦第9巡迴法院咧就立即暫停咗呢個法官所頒發嘅禁制令啦。而除咗法律上面咧，川普同共和黨咧，俾大眾咧就展示咗佢哋真係一個 law and order 法律與秩序嘅黨，而且咧佢哋係一直會支持執法人員嘅本色嘅。咁咧佢哋係絕對唔容許有任何破壞財物啊，以及攻擊執法人員嘅事情發生嘅。咁呢一點咧，同佢哋之前嘅言行咧係一致嘅，因為咧從川普競選第一任總統嘅時候咧，呢個咧就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競選承諾。咁咧，你可以話咧，佢喺程序上咧有好多瑕疵，有好多問題，甚至係違法。但係你冇辦法否認咧，人咧都係要生活同埋賺錢嘅。咁對長時間嘅抗議以及騷亂咧，只係會非常之厭煩嘅。咁我哋再嚟睇睇民主黨係點樣做嘅咧？自從疫情開始以嚟咧，美國咧就已經爆發咗多次嘅大規模騷亂啦。咁我哋之前講到嘅2020年嘅 BLM 啦。再到2021年嘅國會山1月6號事件啦，然後喺同年2021年咧，孟菲斯同埋波特蘭咧都爆發咗騷亂，然後咧又到2023年嘅亞特蘭大，再到而家嘅洛杉磯騷亂，亦即係話美國喺疫情開始嘅呢幾年入邊咧，除咗去爭議好大嘅1月6號事件咧，竟然發生咗5次唔同嘅騷亂，頻率之高咧，真係令人跌破眼鏡嘅。而且咧呢幾次嘅騷亂咧都有共同點，第一個咧就係反抗執法部門，咁之前嘅係警察啦，咁呢一次咧就係移民嘅執法機構 ICE， 咁咧第二咧就係高舉反種族歧視嘅大旗嘅，咁咧佢哋嘅導火索咧都係某一啲少數族裔咧同警察同埋執法人員咧發生咗衝突嘅，咁咧第三咧就係民主黨以及係傳統媒體入邊嘅絕大多數人咧，都係支持呢啲抗議甚至係過激嘅騷亂行為嘅。咁相信好多人都記得啦，2020年嘅 BLM 入邊咧，多名民主黨嘅高層咧，包括參議院領袖 Chuck Schumer 以及嗰陣時嘅眾議院議長 Pelosi 咧，都係帶頭下跪嘅，甚至連拜登自己本人都有嘅。咁如果你中意我嘅評論同埋節目嘅話咧，就請大家點讚、留言同埋分享啦。呢件事可能係非常之順手嘅。但係你嘅行為咧，對我哋呢啲小 channel 咧係幫助好大嘅，咁樣咧先可以幫助我哋嘅節目咧，等更多人睇到，希望大家支持。咁我哋之前講嘅幾次規模比較少嘅騷亂咧就唔提啦，但係到今時今日咧，民主黨咧依然係 all in 嘅。咁咧從我哋上一集再講到嘅洛杉磯市長 Karen Bass 同埋加州州長 Gavin Newsom 咧，佢哋咧就直接咧就係告咗聯邦咧。係話要佢收回咗國民警衛隊啦，咁我哋已經講過啦，呢個努力咧暫時嚟睇係失敗嘅。咁咧再到民主黨嘅新星眾議員啦，有 AOC 啦，仲有 Jasmine Crockett 咧等人咧，佢哋咧好多次咧就係將川普嘅行為咧係比喻成咗希特拉嘅，咁咧 ICE 咧就係希特拉手下嘅蓋世太保啦。最後咧到6月13日，民主黨嘅加州參議員 Alex Padilla 咧就強行闖入咗國土安全部部長 Kristi Noem 嘅新聞發佈會啦，然後咧就俾當場制服嘅。咁咧，我哋從細嘅範圍嚟講咧，民主黨咧
顯然咧係希望將呢件事咧作為佢嘅政治資本嘅。咁咧表示咧佢哋同勤勤懇懇工作嘅無證移民咧就係企埋一齊嘅。咁而 ICE 嘅做法咧真係非常之過分。咁從大嘅方面嚟講咧，民主黨認為咧少數族裔咧係佢哋重要嘅票倉來源嘅，以及咧仲有好多中高產階級咧，佢哋咧係對移民同情，以及咧係非常之注重種族因素嘅。咁呢啲人咧都係民主黨嘅票倉嘅，所以民主黨咧就必須要鼓勵咁樣嘅行為嘅。咁咧亦都係點解民主黨在野嘅時候咧，2020年佢哋會支持 BLM 啦，咁咧到佢執政嗰4年咧，依然會支持前幾次嘅叛亂咁嘅原因嘅。如果咧呢個只不過係和平抗議嘅話咧，咁呢個戰略咧係幾好嘅。但係咧問題就係呢啲抗議咧無一例外都係演變成咗騷亂嘅。歸根究底啦，都係因為呢啲打砸搶、零元購、反美國嘅人咧，包括公民同埋非法移民咧，都已經成為咗民主黨佢顯示自己 branding 嘅一部分。而家嘅民主黨咧係一個以意識形態為首嘅黨派，咁咧長期以嚟咧佢哋咧就將自己定位成為支持社會正義、種族平等嘅政黨嘅。咁咧佢覺得咧民主黨下嘅大政府咧要照顧所有人嘅。咁咧呢啲雖然係犯罪嘅人，佢哋好大一部分咧係少數族裔嘅，所以咧如果民主黨咧對呢啲人嘅態度係非常之嚴厲嘅話咧，咁咧對佢哋一直以嚟營造嘅形象咧係一大打擊嘅，並且咧會疏遠咗佢哋自己嘅核心支持者啦，亦即係我哋所講嘅極左派。咁咧我哋之前都講到咧，呢啲對移民同情同埋注重種族因素嘅人咧，大部分咧都係受過高等教育嘅人嘅。咁咧再加上我哋之前講到嘅少數族裔啦，以及大城市嘅低收入居民啦，咁呢啲核心嘅支持者咧係民主黨佢嘅高頻選民，亦即係話咧基本上每一項選舉無論大定細咧，佢哋都會投票嘅。咁咧如果呢啲人被激嬲咗，佢哋唔去投票咧，咁咧民主黨咧無論係聯邦上定係地方上嘅選舉咧，都係會大崩盤嘅。咁換句話嚟講咧，成個民主黨咧就已經俾呢啲極左派嘅人綁架咗啦。雖然話咧俾人綁架咧係唔一定係壞事嘅，而家嘅共和黨咧同樣咧係俾川普綁架咗嘅。但係民主黨嘅溫和派咧而家幾乎已經係冇生存嘅空間啦。而家47個民主黨嘅參議員咧，可能只係得賓州嘅 Fetterman 咧算得上係溫和派。咁而剩低嘅212個民主黨嘅眾議員咧，溫和派咧都唔會超過5個嘅。咁咧可以睇到咧，成個黨嘅路線咧都係非常之偏左嘅。但係反觀川普，佢咧其實係右派中咧比較係偏向中間嘅。佢喺墮胎、LGBTQ 甚至係財政赤字、政府保障呢啲態度咧，其實係相當之靠近中間派嘅。所以咧，我認為而家美國主體社會嘅風氣咧，最多咧都係中間偏左少少嘅啫。所以咧，而家係更加靠近咧川普而家所喺嘅生態位，而係離咧民主黨嘅極左位置咧係非常之遠嘅。所以咧，民主黨而家嘅政治取向咧係非常之疏離剩低嘅中立選民嘅。佢哋咧可能會好憎川普呢個人，但係佢哋同樣係反對民主黨嘅。咁咧，中立選民嘅態度咧係民主黨輸咗2024年大選嘅根本原因啦。咁我哋可以睇到而家民主黨咧兩頭都唔係路。如果佢冇辦法及時咁樣調整自己嘅政治取向，避免咧越嚟越極左嘅話咧，越嚟越多嘅中間選民咧就係唔會再去投民主黨嘅。咁咧民主黨就係慢性死亡。但係如果佢係調整嘅話咧，又會疏遠佢自己嘅核心支持者極左派，甚至咧就死得仲快。所以咧而家民主黨嘅做法咧就只能係盡量揾到佢哋呢啲核心支持者同埋一部分中間選民嘅共同點係乜咧？就係反對川普啦。咁呢個策略咧，可能2028年大選咧係有效嘅，但係30年咧、32年咧以後嘅大選咧，以後咧係冇川普呢個人嘅。再加上我哋之前所講嘅傳統媒體已死，所以咧大部分人咧就已經唔再相信民主黨同埋傳統媒體咧一齊炮製嘅呢啲都係和平抗議為主啫，只係有極少一部分人士製造暴力咁樣嘅講法嘅。所以咧中立選民咧會對民主黨更加反感嘅，而少咗傳統媒體嘅保駕護航咧，我哋好明顯可以睇到咧，變成民主黨嘅擁躉嘅人咧就會越嚟越少噶。
咁咧，總而言之咧，類似好似呢一次洛杉磯騷亂嘅事越多咧，就越可以加快咧中間選民咧就係拋棄民主黨嘅速度。但係民主黨自己核心支持者咧增加速度咧又係好慢嘅。所以咧喺呢一點嚟講咧，民主黨喺呢場仗咧就已經係輸咗㗎啦。咁而喺民主黨咁多人入邊咧，輸得最慘嘅咧，自然就係加州州長 Gavin Newsom。咁我哋上一集講到咧，Newsom 咧一開始咧就拒絕派出國民警衛隊嘅。咁咧呢個咧本來咧都係最簡單而且係最合理嘅做法。佢作為地方首領咧，佢同民主黨嘅中央黨派係唔同嘅。如果咧佢早啲咧派出國民警衛隊咧，只會喺集中喺洛杉磯好少嘅範圍，最多咧都只係會俾加州嘅部分民主黨選民咧對佢係反感嘅。但係咧可以令其他州嘅中立選民咧係俾佢加分嘅。但係咧佢就選咗最壞嘅戰略，就係咧要同川普打對台。本來佢可能覺得咧可以顯得咧佢對川普咧係非常之強硬嘅。咁咧佢參加2028年民主黨大選初選嘅聲望咧就會增加啦。但係佢咁樣做嘅話咧，使佢自己嘅問題咧係變得更加明顯嘅。係乜問題咧？就係 Gavin Newsom 咧，佢唔係一個好嘅執政者。Gavin Newsom 咧喺2019年當選加州州長以嚟咧，加州嘅問題咧就爆發啦，包括流浪漢嘅問題啦、犯罪率飆升啦，甚至咧佢要俾非法移民咧免費嘅醫療保險嘅。咁咧再到2020年疫情之後咧，佢自己咧違反咗自己嘅居家令咧，就去食高檔嘅法餐 French Laundry。然後咧再到2025年年初咧，洛杉磯嘅大山火咧，佢又救災不力嘅。咁佢呢幾年咧喺執政上面咧，唔單止係毫無亮點，而且係各種問題都有。所以咧佢本人咧喺2022年咧要面臨咧罷免嘅選舉嘅。咁雖然佢成功咁保住咗自己嘅位，但係呢個亦都可以側面證明咧佢做得真係好差。另外咧，共和黨同川普咧呢一次咧成功咁樣將 Newsom 佢過往嘅行為同埋政績咧，同埋呢次騷亂咧係做咗直接嘅掛鈎嘅。雖然話我哋上集講到 Newsom 咧好多次咧話示威者要和平，但係咧絕大部分嘅旁觀者咧都會係將責任咧直接係歸咎喺佢身上嘅。所以咧呢次 Gavin Newsom 咧係輸得係非常之慘重嘅，可以話咧佢徹底失去吸引中立選民嘅能力。而佢反川普嘅立場咧，從呢一次嚟睇咧，亦都冇同民主黨黨內嘅其他潛在對手咧拉開咗幾多距離，因為咧其他人一樣係反川普嘅。總之咧，佢喺2028年嘅民主黨初選咧佔唔到乜嘢着數，就算佢成功咗出線，佢都冇辦法喺大選入邊咧擊敗共和黨嘅對手，特別係 JD Vance 嘅。可以話咧，佢2028年嘅總統夢咧已經係破碎咗啦。咁今日節目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下次再會。